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。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恒大清盤，聊聊中國的房地產，暢想房地產光明論。我們先來看一看有哪些人又在唱空樓市，我們要學習批判，繼續批判那些唱空樓市的。首先，野村證券他發了個研報，6月15號說，中國5月信貸增速進一步放緩，再創歷史新低。顯然呢，從標題看就是在唱空，所以我們要堅決予以批判。他說，最新5月金融數據出爐，不少指標跌到歷史最低點。很多朋友好奇，市場上錢明明不少，為什麼企業老百姓都不願意貸款？央行又為何開始收緊錢袋子？整體數據，信貸整體走弱，創下新低。5月社融數據，新增人民幣貸款雙不及預期，社融存量、貸款存量增速全部刷新歷史低位。簡單的說，整個市場裡，企業和個人向金融機構借錢的總量變少，實體經濟的融資活躍度明顯下降。分開來說，兩類群體都不願意借錢。第一個是企業只做短期周轉，不敢長期投資。表面看企業貸款有所增加，但裡面大部分都是票據融資，相當於企業短期臨時周轉的過橋錢，真正用來擴廠房、上項目、長期經營的中長期貸款反而在減少，說明當下企業對未來經營偏謹慎，不敢貿然加槓桿擴大生產。居民端消費買房都不願意貸款，居民貸款整體出現負增長。不管是日常消費類的短期貸款，還是買房為主的中長期房貸都在減少。一方面，大家消費意願偏保守；另一方面，購房意願依舊低迷。居民整體在主動降負債，就連居民存款也出現了少見的縮水。5月居民存款由增轉減，也是多年來同期首次出現。那有人就說了，是不是央行放的水太少了？錢太少？其實不是，錢很多，但進不了實體，央行出手調控。現在銀行裡資金非常充足，但這些錢沒有流進實體經濟，反而扎堆湧進債券市場，導致市場利率一路走低，資金在金融體系內部空轉，不僅沒有幫到實體，還在積累潛在的風險。野村證券認為，目前實體經濟修復力度偏弱，短期很難看到信貸大幅回暖，不過政策層面已經有所準備，接下來會加快政府債券的發行節奏，用基建、政府項目來托底整體經濟和信貸數據。當下的現狀是實體需求偏弱，居民、企業借貸意願不足，貨幣政策不再一味放水，重心轉向防範金融風險。對於普通人而言，低利率環境仍會延續，但全面寬鬆的時代暫告一段落，理財置業都需要更加理性。這個野村的觀點還是偏空，也就是他看空。為什麼？比如說借錢，居民不願意借錢，那就說明居民有錢，大家都有錢，那為什麼要借？你不能說現在跟銀行借錢的少了，就是經濟不行了，這個不對。大家都很有錢，大家都不需要借錢就能過得挺好。這是第二個。現在北京一線城市樓市小陽春賣了那麼多房子，都創了歷年新高，跟歷年同期相比創5年新高、10年新高的，怎麼能說居民不買房呢？居民只是沒有貸款買房，對不對？大家都全款買房，這不更加說明有錢嗎？不用銀行借錢。沒買房的現在都在攢錢，準備攢全款買房，不願意給銀行貸款。所以說你不能說銀行的中長期貸款少了，大家就不買房了，大家還是踴躍在攢錢買房。所以野村證券對中國經濟形勢產生了誤判，恰恰說明中國人現在越來越有錢。我聽說很多人把錢也不存銀行，也不換綠票子，就把錢紅票子放在家裡，那當然銀行的存款就會少，他有錢他也不用借，所以銀行的貸款也会少。這有什麼好奇怪的？恰恰說明咱們現在經濟是蒸蒸日上，很多韭菜在拼命的攢錢，準備全款買房。我們再看有一篇文章說，國企開發商也扛不住了。為什麼說國企開發商拿地比率從50%降到了26%？也就國企他也不拿地了，
我們來看看怎麼回事。這顯然又是要唱空楼市。这咱們再批判說，今年前5個月，中指研究院數據顯示，說百強房企一共就拿地2411億元的地，比起往年就同比直接降了40.5%。同一個時間段，這些百強房企賣房子的錢加起來是12292億元。那什麼意思？那這意思就是說，這些百強房企前5個月賣房子就1.2萬億，但是他只拿了2400億去買地，也就是只有20%又回到買地这件事上，也就是只拿了20%继續在房地產這兒滾，那剩下的80%的錢不知道幹啥去了，還貸款或者是幹啥分掉了。按理來說，那個房地產開發商是拿了錢之後，他就繼續投買地，就滾動開發這樣，但是這一開發商只拿出了1/5的錢去買地，就這意思。這不僅是總錢數少了，房企拿地占總成交的比例也是一直在往下掉。安信證券研究報告裡表明，今年一共搞了3批集中供地，房企拿地的勁頭是一波比一波弱，從頭一輪47.2%降到了第二輪的28%，等到第三輪只剩下20%。这還不算完，平時大家以為最有實力的國企拿地的比例也從50%左右猛地縮到了26%，說明什麼呢？說明現在大大小小的房地產開發商手頭都有點緊，他們不想把剩下的錢都投進土地儲藏土儲裡面，生怕買了地蓋了樓，最後賣不出去壓在手裡，也就是開發商不再去囤地了。現在的情況是，民營企業不敢動，國企也往後撤，那剩下的土地誰來買呢？也政府把這地賣給誰呢？這時候城投公司就大搖大擺的走上台前。安信證券的研報裡寫道，說3輪土拍裡面超過50%的土地被城投公司給拍走了。城投公司拍地，那就是政府左口袋到右口袋。浙商證券研報說，像深圳、無錫、蘇州、南京、廣州這些地方，第3輪土拍的時候，城投公司參與率全部超過了50%。以前城投公司頂多是來湊個熱鬧，打個卡，當一當配角，可現在他們硬是變成了名副其實的頭號選手。那城投公司為什麼出來拿地？一個是流動性，這政府要把這地賣出去，從銀行要弄出錢出來發工資。第二個也是為了把地價穩住。但是根據中指研究院的數據，今年前5個月土地供應變少了，就是土地拍賣，住宅用地供應量跌了24%，成交量跌了25%，但是價格不僅沒有跌，反而上漲。5月份的時候，各類土地成交樓面價漲了20.4%，到了1130億元一平米。最誇張的是住宅用地，樓面價漲了31.7%，直接到了5165元一平米。也就是說，這個1到5月份，現在新賣的這些土地樓面價漲了32%。大家也知道，這就是為什麼國企開發商也不敢去接的原因。你這個地價都樓面價都幹到了5165元一平米，這是全國平均。那你說你再加上建安成本，再加上這個稅，再加上財務費用，那這一平米得賣多少？但是現實它又不支撐你賣這個價格，你新房賣這個價格你就賣不掉，所以國企開發商他才會不拿地，因為拿了之後你算不過賬啊，市場就在那擺着。春江水暖鴨先知，這個房地產的行情好還是壞，開發商是最知道的，尤其是國企開發商，他們財大氣粗是吧？背後是國家，不缺錢，但是他們為什麼不買地呢？那我們要從正向去理解，那就是要減少對市場的投放，要改變這供求關係，這樣保證房價穩步上漲。所以這個大家要體會有關部門政府的良苦用心，是想保房價，讓房價穩步上漲。不是國企沒有錢買房子，也不能說是國企沒有信心買房子，純粹是為了控制土地供應，控制新房投放，這樣讓房價一點一點的漲上來。所以說大家有時間周末就要去看房，準備買它一套，買一套不行再買一套。第一財經6月12號刊登一篇報道，叫多城千萬級豪宅成交放緩，顯然又是一個唱空的。這個作者是第一財經的馬一凡。
他居然說豪宅成交放緩，這個顯然一聽標題就不对。但多個核心城市二手房成交量創下近3年同期新高，新房和土地市場同步回暖之際，曾經一路領跑樓市的高端豪宅板塊卻開始顯露出些許降溫跡象。怎麼可能降溫呢？咱們一直是穩中向好，回暖。科爾瑞最新數據顯示，今年前5個月重點30城總價1000萬元以上高端住宅成交13986套，同比下降19%，下降幅度已超过了整體新房市場，可以說是跑輸大盤。這一現象在最近幾年並不多見。事實上，今年5月樓市小陽春仍在延續，市場持續性甚至超過不少業內人士的預期。二手房市場表現尤為突出，5月成都二手房成交面積達到214萬平方米，同比增長33%；上海成交面積197萬平方米，同比增長21%；北京、天津、武漢、西安、廣州等城市成交規模均突破100萬平方米。受銷售端回暖帶動，土地市場熱度也同步升溫。5月以來，上海、杭州、蘇州、南京、武漢等核心城市優質地塊實現溢價成交，房企拿地信心和積極性較此前明顯改善。科爾瑞數據顯示，全國重點20城5月二手房成交面積約1670萬平米，同比增長18%。前5個月累計成交面積7689萬平方米，同比增長12%。回顧過去幾年，高端商品房一直是本轮行情調整周期中最具韌性的板塊之一。近期這一局面開始發生變化，什麼意思？就是2021年恒大暴雷以來，高端住宅一直比較亮眼，而這個二手的其他的新房一路下滑。但是2026年5月份開始，這一現象發生扭轉，高端住宅在2位數的下滑，而二手房卻開始火了。這是為什麼呢？作為全國高端住宅市場的重要風向標，上海單價10萬家的住宅市場曾長期保持高熱度，大量項目實現開盤即售罄，吸引資金持續流入。但從今年的市場表現來看，多數高端項目開盤後未能再現過去的開盤售罄態勢。類似情況也出現在杭州。今年以來，杭州高端住宅市場整體熱度似乎處於高位，依然處於高位，但核心項目的去化率已經出現邊際回落。以被市場高度關注的幾個高端盤為例，在4月首開階段，中海萬朝九序、浙江金地奧印世紀、建發西湖雲莊去化率分別達到100%、95%和92%，整體表現亮眼。但進入5月加推階段，即便推盤規模有所縮減，項目去化率仍出現回落。中海萬朝九序降至94%，滨江金地奧印世紀和建發西湖雲莊均降至85%，分別較首開階段下降6個、10個和7個百分點，也就是開盤售罄的這種局面沒有了。雖然85%以上的去化率依然屬於市場較好水平，但4月售罄級的熱度未能延續至5月，顯示出高端市場客戶轉化率正在邊際走弱，市場能動能由此前的快速釋放逐漸回歸平穩。在業內看來，高端市場降溫的背後，本質上是供需關係正在發生變化。科爾瑞深度諮詢普瑞研究中心副總經理楊克偉認為，過去幾年在核心地段稀缺土地供應、改善需求釋放以及資產配置需求推動下，高端住宅成為市场中最具確定性的板塊。但隨着調整周期拉長，前期積累的高端需求已被持續消化，而未來供應規模卻明顯增加。他表示，隨着高端住宅陸續進入開發和銷售階段，今年下半年以來以及未來2年內，多個1、2線城市都將迎來較大規模的高端住宅供應。部分城市高端住宅供應規模已明顯高於當前市場消化能力，大量項目集中入市後，客戶分流和價格競爭壓力將顯著增加。
部分產品定位偏差，產品力不足或定價過高的項目可能面臨銷售承壓風險。那網友就評論了，那就說明有錢人變少了唄。以前你看上海30萬一平的房子，2個億一套的，一開盤就沒了。什麼深圳、杭州也一樣。但現在這些豪宅開盤也不需要搶了，賣了半天還有多少套賣不掉，就這麼個意思。那有網友就說了，那不就是有錢的韭菜也割沒了唄？但是不能這麼想，這麼想就是唱空。这個我們要換一種想法，有沒有可能有錢人都去買老破小去了，對吧？他買老破小，他去出租啊，不是媒體說了嗎？這個租金回報率超過了2.5%了嗎？所以這些有錢人都跑去買老破小，所以老破小現在是不是創新高？買老破小去了，所以他們不買這個豪宅，因為豪宅租不出去，你租給誰？所以有錢人都去搶老破小，買老破小用来出租。一旦这个豪宅賣不動了，那就像火車頭，對不對？你像炒股的龍頭它不動了，那你後面什麼情況？所以我們只能認為資金，也就是有錢人他去了老破小，所以老破小熱度還不錯。再說這是個好消息，對不對？以前這個我看有很多專家呀、經濟學家，還有炒房的是吧？他們投資房產的，看好房產的，都說樓市要暴漲，對吧？尤其是稀缺的這種豪宅，稀缺的一定會漲。那以前是因為日光，對不對？所以這些經濟學家、專家，還有很多炒房中介，因為他搶不着人家日光。那現在你看人賣不掉，還有名額，那這些中介，那他們就有機會去買，對不對？貸款1000萬豪宅，我就說2000萬，2000萬15%的首付。那首付只要300萬，這些專家不只是300萬沒有，所以我覺得這是對專家是利好，對很多的房產專家、經濟學家，對他們是利好，因為他們300萬不應該沒有，對不對？他去實在不行借一借，300萬就首付買的很多地方豪宅，這不是也不是日光賣不掉了嗎？你去買一套，這給機會，這是啊，完了之後過幾年翻倍，2000萬變成4000萬，這一下賺多少？所以我覺得這個對專家絕對是利好。那很多什麼經濟學家、房產專家我覺得我應該努力去攢夠這300萬，我也去買豪宅，它是稀缺的。房產中介那一個人不行，那2個人、3個人湊一湊，是不是啊？這是發財機會。3個人，一個人湊100萬，去上海買的豪宅，3年以後或者4年以後翻倍了，把它一賣就賺幾千萬啊！人生就實現了這個階層跨越啊，財富自由。那還賣什麼房？不需要賣房了，對不對？所以我覺得對他們絕對是利好。所以你看，凡事你換個角度看，它就是好事。所以我現在就要看哪些經濟學家、哪些專家站出來說，我在上海又買了一套2000萬的房子，或者在杭州或者在深圳2000萬的房子，現在坐等升值。請專家、請經濟學家、請這些房產中介他們帶頭，我們也別閒着。送外賣的你跑快一點，電動車騎快一點，開玩具車的你一天多接幾單，這樣多攢點錢去買房。所以電瓶車加速，以實際行動來參與到樓市的回暖，對吧？我們從另外一種角度來說，可以換個角度來說，豪宅人家也是倒車接人。我們再看看這個南方周末又跳出來唱空樓市。這個南方周末轉發這個瀟湘晨報一個報道，說男子去世欠49萬房貸，父母放棄繼承，法院判民政局為遺產管理人，管理但不還債。這什麼意思啊？看着挺累的。說28歲男子去世後，民政局成遺產管理人。近日，岳陽一指定遺產管理人案引發關注。28歲的男子張某不幸去世，其生前49萬的房貸未還完。張某生前未婚也無子女，銀行起訴其父母還貸，父母表示放棄繼承該房屋之後，銀行申請當地民政局為張某的遺產管理人，法院判決支持該請求。什麼意思呢？這個28歲的張某他還沒結婚，當然也沒孩子，但是他有父母。張某名下有一套房，還在還按揭貸款。這張某結果不幸去世了，那他的這個遺產按理來說，他就是由他父母繼承，但是父母不要，法院說了，你把這房子繼承了，這按揭貸款你來還，但是他父母的不要。6月14號，法院工作人員告訴瀟湘晨報記者說，民法典規定，繼承人僅以所得遺產實際價值為限清償被繼承人的債務，放棄繼承則不負責清償責任。這個張某去世時未還房貸有40多萬，其繼承人不願承擔這筆債務，故放棄繼承。
民政局成為遺產管理人後，需要依法清理他的遺產並處理債權債務。民政局管理該房子，大概就是將房子進行拍賣、變賣，所得價款用于償還小王生前債務，包括本案按揭貸款40多萬元。若債務超過遺產實際價值，餘下未獲清償的債務也無需由民政局承擔。該工作人員解釋。為什麼說這是唱空呢？我覺得這個新聞假得很。為什麼？因為樓市在漲，怎麼在回穩？樓市在漲，你那個房子怎麼可能還不值49萬呢？比49萬多，要不怎麼叫漲？而且即便現在沒漲，沒到49萬，但是它未來會超過49萬，過2年就變成50萬、60萬、70萬，对不對？我們樓市回暖，所以說這些媒體說死者的父母不要這房子，無非就是說這房子把它賣掉之後，你們讓這49萬的貸款，所以父母就不要了。那這個屬於唱空。我覺得你想，首先他父母不懂，那不懂房地產，他不知道房子現在已經回暖了，在漲價，對不對？那你房產中介還有很多專家、經濟學家都說樓市回暖了，那你去把這個房子買了不就完了嗎？把這房子可能40萬就買了，或者30多萬，你把买了之後，你等到你把人家49万債給還了，完了之後等到漲到80萬的時候，你就再把它一賣，這不一下就輕輕鬆鬆就獲利30萬、40萬的，為什麼不去做？完了都不要，最後把這房子給民政局處理。所以我覺得這些媒體也是在唱空，實際上不是，實際上這個房子非常搶手，你拿出來人家就要了，因為房價在漲，樓市回暖，大家都看好未來的樓市，所以這些媒体都是片面報道，惡意唱空樓市。有個網友說，他說最近天氣太熱了，為了防止大家焦慮上火，我給大家講個笑話。他說我2019年在惠州雙月灣買了一套海景房，花了180萬，說現在還值45萬，我還有110萬的房貸還沒有還。他說我估計沒有人比我可笑了吧。實際上這個也沒什麼好可笑的，因為為什麼呢？因為雖然他的房子還有110萬的房貸，雖然房子只值45萬，但跟剛才28歲去世的小張應該差不多一個意思。但是不用擔心，因為你現在房價已經到底了，現在房價在上漲回暖，從45萬到110萬，那也很快，假以时日就到了，未來必然還會回到180萬，甚至超過180萬。要堅定信念，要有這個信心。最後我們再看一個自媒體文章，叫逐夢行漸遠，這個是6月13號，他說你的房子賣掉了嗎？我們來一起看一看，這感覺很慘。他說上午10點多，妻子讓我去給隔壁小區閒置的房子開門，說是有中介要去拍房間照片和視頻，他們家有房在賣，房子自上次租戶搬離後半年時間也沒有租出去，這次可以出租掉嗎？有些懷疑。那套房子就在隔壁小區，步行7、8分鐘時間可以抵達，拿着鑰匙朝隔壁小區行進，路上妻子微信說中介在門口處等我，我加快腳步，不能讓人家等太久。等電梯時，一位年輕人也隨後站在我身邊，進入轎廂。年輕人見我按下的是19樓，遂問你到19樓是來開門的吧？是的，我是房產中介的，來拍視頻。沒等我問他身份，年輕人主動言明，簡單的介紹了一下房子情況。我問中介的這位年輕人說現在樓市如何？這個中介說現在樓市低迷得很，要想賣房價格得壓得低低的。這我跟你說，這順手就得給他戴個口罩。他居然唱空樓市，說楼市低迷，這能受得了嗎？當前樓市為何如此低迷？這個具體我也不是很清楚。這個中介說大概和供求關係以及經濟形勢有關吧。幹房屋中介的應該就是這個業主，他有點不死心，他說你幹房屋中介的應該對樓市情況有更準確的了解，也就是你这幹中介的你怎麼可能不知道呢？小伙子就說了，他說我要有這本事就不在這幹中介了。再說我自己也有一套房子沒有處理掉。看小伙子一臉誠實的樣子，估計沒說假話。見小伙子要拍視頻，並需要進行簡單介紹房屋情況，我不便再和他多交流，以免打擾他的工作。退到幾個房間，居高臨下，由遠及近拍了幾張照片，留存紀念。萬一哪天房子租了或是賣了，這麼好的風景就看不到了，
中介年輕人雖然只簡單說出樓市低迷的2點原因，但他的分析切中要害。當前樓市低迷既有供大於求的原因，更有經濟下行的壓力。這個是在合肥。前幾年中國樓市一片飄紅，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一路上揚。我所在的省會城市房價漲幅曾經一度位居世界第一。那時最好的投資就是樓市，很多社會游資和熱錢進入樓市，加劇了樓市房價的上漲。這套閒置的房子是10年前買的，當時小城的房價正處於上漲期，繼續上漲的勢頭不減。辦理貸款時，工作人員告訴我，上年度全國所有各大城市的貸款總數的2/3流向了房地產領域。這是什麼概念？多少錢進入樓市已不敢想象。起初買這套房子準備自己住，種種原因一直未住，閒置4、5年後簡單裝修租了出去，小算盤打得啪啪響，想着等房價漲到高位時出手可以賺一筆差價。想法很好，可現實卻狠狠打了我們的臉。3、4年前樓市開始逐漸走低，房價一路下跌，想着也許将來房價回暖還会漲上去，等着吧。結果越等房價越掉。几年前看一報道說，我們國家人口從2022年開始出現負增長，人口下降，房子剛需減弱，加上前幾年持續新冠疫情，讓老百姓收入降低，改善性住房偏弱，2個原因互相疊加，樓市房價自然走低。個人認為，當下樓市房價已經探底，不會再跌，否則會影響整個經濟面。房地產關聯着很多上下游行業，如果房價一味的下跌，會帶來嚴重後果。從各地政府積極出台政策拯救樓市就能看出，如果你要買房，現在應該是最好時期。可能大家買漲不買跌的思想影響還在觀望。如果你要賣房，現在或許不是最佳時期，房價再跌的可能性不大。等等看，房價或許會漲一些，但幅度不會太大。供大於求的關係制約了房價。我這套閒置的房子，如果現在出售，估計要虧本。如今我還在還貸，等等看，說不定哪天房價漲上去了呢。中介小伙告訴我說，這麼好的房子怎麼半年都未能租出去呢？是的，這套房子區位優勢好，馬路對面就是小城最好的初中，2公里內是最好的公办高中學校，同時緊鄰公園和商業區。如此好的配置，房價不應該低，也應該可以順利出租。結果事與願違，這套房子就這麼閒置着。中介的小伙子或許是為了表示自己的業績好，亦或是寬慰我，告訴我說，如果價格合適，保證10天之內幫我租出去。半年都沒租掉，10天之內幫他租出去，這顯然是個銷售，屬於一種安慰。10天之內可以租出去，可是如果我要出售的話，價格適中，10天內能賣得掉嗎？這個作者啊，顯然還沒整明白，這麼好的位置，價格也不高，居然租不掉，租都租不掉，他居然還想着要漲價，真是人有多大膽，地有多大產。房子賣不掉，租不掉，他就失去了流動性，失去了流動性，那他算什麼？算貢獻，算添磚加瓦。好，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